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0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9篇，耶利米书第39章第1节到18节，雅各书第5章第7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痛苦中的忍耐。昨咱有提到着教会内部的纷争，保罗甲哥林多教会基督徒劝勉讲，恁彼此相告，这证明恁是完全失败的。为什么无爱宁愿这个受一点仔冤枉？为什么无要甘心吃一点仔亏？真侪时阵，人际关系的迫害，拢是因为彼此无法度忍耐，想要来赌强，逐项面总是认为家己是上委屈的人，所以就安尼来彼此纷争起来。当然，并毋是讲基督徒就袂使甲人讲理、甲人义理，但是对伫一寡较无要紧的、无关伫信仰的代志顶悬，或者是讲有关伫信仰的操练，咱所需要的就是训练忍耐功课。耶利米先知伊真忠诚来宣告上帝的预言。以色列人受领以后，将会伫巴比伦来带差不多70冬的时间。受到上帝处罚的以色列人，必须爱会通忍耐到听候，才会当得救。但是就亲像咱讲过，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却宁可听假先知的话，真选择好听的话语，却无愿意听上帝的预言，忍耐听候上帝的时间。就连已经问过耶利米先知的西底家王，伊犹原无愿意听先知的话，所以就递到互这个犹大国的人民以及耶路撒冷全部被杀，西底家王家己也被杀，亲像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所传的预言同款。圣经记载耶路撒冷沦陷的情形，亲像伫下面。西底家王做犹大第9年10月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大军进攻耶路撒冷。伫西底家做王的第11年4月初9，耶路撒冷城被攻破。耶路撒冷沦陷的时，巴比伦王所有的高级将领拢到伫中央的门，伫迄个所在来开庭。这的将领包括尼甲、沙利士、三甲、尼波、萨西金，甲另外一个尼甲、利沙舍。西底家王甲伊的卫队看见情形真危急，就透迷逃出去城外。因经过王宫的花园，行过接煞伫2个城墙的通道，往约旦国的方向来逃走。但是巴比伦的军队来追入因，伫耶利哥附近的平原来追入着西底家，因将因领起来，将伊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遐去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伫哈马境内的利比拉，
就是伫迄个所在来审判西底家。当着西底家的眼前，巴比伦杀西底家所有的囝，也杀犹大所有的贵族，然后将西底家两个目睭挖出来，用锁链锁伊，将伊带到巴比伦去。耶路撒冷沦陷的凄惨，并毋是咱要注意的重点。但是，这个情景的发生，却是因为西底家王伊坚持违抗上帝的旨意，伊无愿意来努力忍耐，伊宁可听信假先知的话，所以就遭受这种的结果。先知耶利米虽然属伫战败国，受人征服、统治、受掠的一方面，但是因为伊所传的是上帝的旨意，因为安尼就亲像伊所传的有言，上帝就保守伊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命令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讲，将耶利米找来，好好款待伊，毋通伤害伊。伊有甚物要求，就替伊来办。就安尼，尼布撒拉旦甲高级的将领尼布撒斯班、尼甲撒利士以及其他的官员，对王宫的监狱将我放出来，交予沙番的孙仔阿希甘的囝基大利，吩咐伊安排我倒转去，我就转去，住伫同胞的中间。当耶利米决志要忍耐听候上帝的时间，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因为安尼上帝就赏赐伊的救恩。雅各劝勉基督徒着爱忍耐，亲像做田的人，因有耐心等待